高考中心今仔日嘛来公布高中升大学的学测的成绩，国考积分的标准拢比去年较悬。另外，今年开始采用大学多元入学的方案，各科系采用成绩的上限为5科改为4科，也就是讲打来无榜首75积分这个代志咯。 学测的成绩出来，有人欢喜，有人艰苦。早起9点，考生会使为手机来简讯收到成绩。今年国考的积分，国文的顶标甲正标拢是13积分，甲去年比较起来，敢若正标提悬1级，社会后标提悬1级，自然顶标、正标提悬1级，英文后标降低1级，数学有较悬。数学部分今年是7782人，那跟去年相比，大约是增加了4000位。这届的考生 比较适应我们这次的题目。另外，国语文写作能力的测验，去年开办无学生满分，今年有2位摕到25分的满积分。今年嘛是头一摆采用大学多元入学的方案，各科系采用学测的成绩为5科改为4科。推荐甄选啊，能够选用的科室啊是5选4，最多报考的科室是跟往年大有不同。 采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自然4科，总共595个人摕到60积分的满积分。国英数社有187个人满积分。为了减轻学生压力，不再公布5科总积分人数的100%，即嘛予75满积分的榜首意义行入历史。